Hello，大家好，早晨啊！嗱，呢度係香港嘅地區，聖誕快樂先。首先同大家聖誕快樂。今日呢係12月25號，普天同慶嘅聖誕節。好耐冇見大家啦，我啲貓貓同我都係啦，我又冇出聲啦。咁啊，今日咧又講下嘢啦，影下我啲貓貓啦，影下片啦。嗱，我啲早前咧影我話我隻貓貓女咧有咗 BB，而家生咗啦，出咗世都成個月啦。嗱，影下俾大家睇啦。影咗4隻，生咗4隻 BB，小 BB 白色嘅。嗱，又影下個貓媽咪，同埋佢前一胎嘅貓仔，都大咗啦。又影返貓仔，影得一隻，下次呢再影下一條片先，再影多幾隻俾大家睇，因為我細聲咗，我有時好難收到我把聲。好啦，都多謝大家啦，再一次聖誕快樂，祝福大家身體健康，永遠咁美麗，貓貓狗狗都咁美麗健康，祝福大家，多謝大家俾 like 啊，多謝大家，再見。